好，我们来办理结婚登记。前几日我们有3大天发预约，恭喜年龄谅解，应该总下要满20歲了哈。諒解共下來登記，祝福年齡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。羅蘭遠哦，也祝福年齡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。結婚書約同新婚證，戶口名簿有準備嗎？頭兩位，你行是準婚嘅爸同嘅妹同經營欄嘅簽名。我同年齡確認，你做下係嘅人本人親身簽嘅，錯嗎？係啊。還有年齡諒解嘅相片，我看下。呢張相片一樣特色哦，需要專業證件用嘅嗰種相片哦。愛切向4.5公分，橫向3.5公分。都同講是唔得，還唔信，哼！該有用嘅神哦。唔是少，圖卡片是有一台快速翕相機，你翕下相，真極時好。唔過愛生意上擺講嘅說明哦，日頭都黑暗，唔照使用說明做，是錯咧。我同意，我要翕唔出咧。相片翕好了嗎？好咧，請你看一下。安尼是是的咧，這位有年齡諒解嘅資料，還有諒解證人簽名。結婚日期係金幣日，請年齡諒殺同這位簽名。天發也愛寫入去哦。戶口名簿加上萬新婚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共規費係230塊，請登一下。羅蘭遠。